虔诚的听众，午早。现在又是前到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今仔日我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六祖大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呢，就是已经讲解到正文第四页。正文第四页对头数倒来是第六节，就是讲到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思是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即马应该对第七节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解说，就是修思其了，便却归还。人终不知，修修思维，五祖明日，见其欢喜，正我依法有言。若言不堪，自是我灭。宿业重重，不合得法，性亦难测。房中思想，坐卧不安，直至我见。这就是说明新秀大师将迄个字写了的心情。在前面就是在说明讲，新秀大师将字做好了4天13遍。行到五祖的方中室头前去毋敢将这个机来送交予五祖。以后想来想去，想一个办法，将迄个机该写在走廊的壁。意思就是讲，假如我写在迄个所在，和尚看了。那因为讲我这个机会杀哩，当然呢，我就过来甲承认。伊若认为讲这个机是无下架，那我就无出来承认。所以呢，就在3更半暝，无互人知，自己摕迄个灯火，就将迄个机写在南边走廊的壁的所在。所写就是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思是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新秀大师将这个字写了，安尼叫做修思其了，便却归房。讲就安尼呢，就退却。就到自己的迄个寮房去了，人终不知。因为新秀大师是半暝起来写迄首句，在半暝时阵，大家拢咧困啦，所以所有人根本的拢总毋知，也就是讲无一个知影讲伊是爬起来写遐个句。写了，伊即马转去到自己的厢房，就安尼伫遐伫想，讲五祖明日，见其欢喜，正我依法有言讲五祖明仔载看到即个字，闹欢喜，也若呢我呢，就是甲法有言，意思就是讲我即马。将这个机械写伫遐，迄个走廊，迄是五祖行路拢爱对遐过，对遐过当然会去看到这个机咯。看到机，假如伊若是生起欢喜心，会生起欢喜心，就是因为机写了好，也就是讲有到迄个程度，有到迄个水准，当然五祖就会欢喜啦。若是讲五祖欢喜，安尼呢，
就是我甲法有缘。法就是五祖要传的法啦。神秀大师伊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禅宗的大德，所以在前面伊自己就安尼想，讲我将这个字写出来，那是为着求法，这是好啦。若是为着要来得到祖师的位啊，这就毋对。所以在这个所在则讲，师父若是欢喜啊，安尼我算讲甲法有缘。意思就是讲，弘忍大师看到神秀大师的字，若生起欢喜心，当然伊就将迄个法来传开咯。神秀大师重要也是法，毋是啊，属于六祖领导的地位。讲欲言不堪，自是恶灭；宿业重重，不合得法，圣意难测。讲假如明仔早起五祖来看到这个字，那讲啊不堪，不堪就是讲无到迄个程度，也就是讲这个字啊，抑个不堪将迄个法来传互你。意思就是讲无到迄个资格。假如若是我写出来字，互五祖考试考袂过，也那呢自是恶灭。这呢就是我自己啊，灭了我自己本性。因为在前面五祖安尼讲啦，讲自看智慧啊。此自本心不借自性，各自一机来听我看。见性之人啊，言下世间，讲这道理。所以神秀大师咧，伊自己也真认分啦。讲假如祖师若讲啊，你这个机也未到，也未到迄个程度，安尼当然啦，就是我自己迷啦。自己咧对自己的自性也未了悟着，那这就是讲宿业重重，就是讲宿世以来罪业障碍啊太重，因为障碍太重，所以就变成迷。在前面已经讲过去，心呢是亲像明镜台，但时时必须咧。都爱甲伊切落清气，毋通互伊压进来。无迄个垃圾，才会当看到迄个明镜；无烦恼，无罪业，才会当见住本心。所做的机，若是无合格，那就是讲还未见到本心。还未见到本心，当然呢，就是烦恼罪业侵重。本心。清净的妙心，去互烦恼罪业所界障碍，就不合得法。这个合当作适合，既然是宿业重重啊，就无适合来得法。意思就是讲，根本啊就无法度好来得法。圣意难测啊！这个圣意就是来自五祖的心，就是讲五祖的心呢，这实是啊。真不容易测度，对这个圣意难测，在《佛法经》内地方来讲，讲为佛以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就是讲唯有佛甲佛啊，才会当好来究竟诸法实相，才会当好确实实来体证着佛所证至高无上的真理。平平到个程度，互相这样到了解。神秀大师甲弘忍大师的程度差真远，所以呢，无法度好来了解弘忍大师的圣意，安尼叫做讲做圣意难测。讲帮中思想啊，作恶不安，得自我境。讲这位神秀大师。
伊就在伊自己的寮房内底，伫咧想啦，坐卧不安，坐咧心也袂安，困咧心也袂安。可以讲就是将3更到5更迄个中间，伫安尼爬起来，倒咧，坐咧，倒咧，伫个所在翻来覆去，一定呢到甲5更迄时阵，到甲5更来就已经要接近天光咯。就是讲一暗呢，伫遐拢袂安心啦，拢无困。迄边早已伫身受入门未得，不见自性。天明早还路强风来，向南路劈干。花花道上，忽见奇奇报言。强风却不用话，糯米原来经营凡所有上，皆是希望。但留此期伊人相持，以此其受免对恶道，以此其受有大利益，令文人自相礼拜，真相此期即得见性。文人上期该谈现在，这段就是咧说明讲五祖对于新秀大师的记。上起头呢是该称赞，但呢，伊却是对于这个记无该承认讲，这就是已经属于见性记。就是讲，对于这个记呢，原来是未通过无合格，就是讲考试不及格。伊伫身受入门不得，不见自性。就是咧指五祖。讲五祖已经是知啦，知影这个新秀大师呢入门未得。而且所讲的入门，应该就是入理，就是讲入去真理的门也未得到，也就是讲也未当好入去真理的门来。不见自性，也未当好看到自己的本性。较简单讲呢，就是讲新秀大师呢根本也未悟到真理，新秀大师呢也未悟到自己的本性。对这个代志，五祖已经知啦，因为五祖是一位祖师，一位祖师。本身已经是得到明心见性的人，得到明心见性的人，当然对伊弟子的程度一定是一目了然。所以天明早还路强用来，天明就是讲天光的时阵，在3更半暝，新秀大师。将迄个记解写在走廊的壁，这个黄金大师已经知啦，知讲伊这个记写伫遐，根本呢是还未见性，还未入门啦。所以在天光的时阵呢，五祖就故意来叫迄个罗强风来，这个罗就是罗丁啦，强风是一个官的名咯。就是讲叫这位罗丁，这个强风官来，讲向南廊劈干，就是讲就行对南边走廊的壁所在，也伫个所在呢，就是要叫伊来画这个图像，就是要画连溪经的变相，以及甲五祖的显密图。要叫来画，讲福建奇奇报言，伊即马即要去叫伊画呢，忽然间看到新秀大师
所写一首偈，就是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无数家庭来看到这个偈。报言，这个报言就是讲，就对这个罗强雄罗强雄就安尼讲啦，讲强雄却不良话，罗密原来，讲强雄这个话呢已经毋免话啦。罗翻你真远迄个所在咧，意思就是讲本来是要请你来画这个灵体变相，以及甲五祖的显密图，但是这个图这个相，现在是毋免画啦。罗翻你真远来，真歹势，就是讲真正远的所在请你来，结果呢又搁再毋免你画，实在是对你足歹势。这才是指这个意思。讲经营凡所有上皆是虚妄，即当顺五祖呢，就将迄个毋爱画的理由，毋免画迄个理由呢，对这个罗强雄来解说。经营凡所有上皆是虚妄，讲在这个经有安尼讲啦，讲凡所有的相拢都是虚妄。这个经是咧指啥？就指金刚经。在金刚经就在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所以五祖咧是因金刚经的话出来讲凡所有相拢是虚妄。凡所有就是咧指一切所有，就是讲凡是所看会到的这个有形象的物件，拢总都是虚而不实啦，妄而不真。所以叫做讲做虚妄呢，就是这种的性别的，就是这种假有的。咱世间的物件，有倒一项是真，倒一项是实啦。所以叫做讲做真实者，在时间上讲起来，应该是过去无始就有，现在有，乃至到未来无将，也是应该有。这呢，才会使你解叫做讲是真实的。对于这个空间讲起来，就是讲事物的存在毋免依靠别项的物件，伊本身一项固体物，伊就有法度存在，安尼才是个真啦。但是你看咱世间的物件，倒一项是过去无始，未来无将拢嘛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中暂时的存在而已。所以对时间讲起来是短暂，而且每一项物件的存在拢是互相依存，就是讲有真正这物件合作一伙，才变成一个有形象、有形体物件出来。这呢，当然都是一种的虚妄。所以五祖才甲这个罗强雄讲啦，讲经典所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意思就是讲，本来是要请你来画图画像，但是呢，凡所有相拢是虚妄的。既然是虚妄的，有一天会无去，是假的物件，画这要创啥？实在是无需要画啦。当然啦，这个变相，伊就甲五祖的显密图开始画是真心、真分明。慢慢久，当然呢就擦慢慢褪色。过久咧呢，就变成讲看袂清楚。过久咧可能完全无去。这正就是虚妄的意思。讲单留此记以人相持，讲呢，只要来留这个记，来互人来想，互人来修持就可以了。这个记是啥？就是新秀大师所做的这首记，就是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无数家尘埃的这个记。讲依此记修是免对恶对。讲假如若是会当依照这个记来去修咧，毋免对在三恶道中。
这个免倒恶道就是讲毋免去对落在三恶道的意思。五祖所讲的话呢，一点仔都无毋对，因为时时勤拂拭，无互伊惹尘埃，心会当好保持着光明，那就是讲有智慧，也时时刻刻都拢是智慧的妙用。一个人就袂起烦恼，袂起烦恼就袂做罪业，袂做罪业当然呢就袂对在三恶道。这是绝对无毋对。这呢，并毋是讲五祖故意来称赞新秀大师的这首偈，确确实实这首偈是有这个功用。只要你会当好依照这首偈来去修行，来断烦恼，使心会当好常常保持着光明，当然呢就袂对在三恶道。讲依此偈修有大利益。讲只要会当好依照这个机来去修一定有真正大的利益。这个利益是啥物？当然就是有一天我那是会成就佛道。因为这个机是属于修行机，这个慧能大师的机是属于已经得到开悟的机所以两边的机是无共款。若要甲伊做一个披露，新秀大师的机就是等于讲伫路里伫咧行，还佫伫咧行路。慧能大师的机呢，就是讲已经到位啦。当然，伫咧行路嘛是真重要。咱现主是一个众生，咱一个众生，假如咱若是讲无起步修行，要哪样会当好成正果？就等于讲咱现主是正对这个出发点开始伫要行路尔，咱骹若无认真甲行去，哪会当我到目的地咧？所以依照这个机来去修，有真正大的利益，这绝对无毋对。这是大利益，毋是小利益。小利益就是咱世间的利益，世间的利益就是这财色名利等啦。伫遮所讲的，毋是属于世间财色名利的利益。这是会当好使咱来面对三恶道，会当好使咱来跳出三界，会当使咱了生死乃至最后一天，会当成就佛道。这个利益当然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呢，就令文人自向礼敬，真相出奇，值得见性。所以当阵五祖就命令伊这门下弟子。哇，这个机非常好恁赶紧都爱来烧香，都爱甲伊礼拜，甲伊恭敬。五祖安尼用法，这是绝对无毋对，因为这个机这是修行机，在修行的立场讲起来，这是一手真正重要的机，所以就叫人家的门下弟子，大家好好呢，爱有迄个恭敬心该烧香，该礼拜，真相出奇，值得见性。讲恁呢，若是只敢好好来上这个机呢，绝对保领你会当来见性。只要你上这个机的见性，这是无毋对因为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无事惹尘埃。只要你会当好时时将你内心的烦恼来甲切落清去，将内心的烦恼切落清去，迄个所在就是得到平心见性啦。所以五祖交代因讲，都要好好来礼拜，好好来上了，会当得到平心见性。这句话呢，是一点仔都无差错。这呢，并毋是讲对新秀大师这个机故意来去甲伊称扬赞叹，乃是这首机事实上就有这款的功用，这首机就有这样大的价值。最恳切听众，就请咱过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